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4日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应付美国关税，行政院用总拨930亿支持咱国的产业。卫福部长辜泰源表示，会为着关税来放任美国猪价牛的进口。国民党招人4月2日去开道游行，讲至少有5万人来报名，也毋过迄天拄好人咧统测有交通管制，学校提醒学生爱量早出门。公交学校车祸，警方确定这个驾驶是有食毒，申请羁押核准。律师甲交通团体认为讲，这毒品的执法甲预防拢有进步的空间。先来关心的是，这行政院会通过因应国际形势强化经济社会甲国土安全论性的特别条例草案，是有4100亿的预算。这内容除了支持咱国的产业880亿，搁加50亿，另外也甲台电也搁有劳健保等等的项目啊放入去。对英台也亲身来解说内容。因应美国关税，我国出口供应链支持方案原来的这个方案。在原本规划的880亿金额之外，经过跟各产业界的座谈，我们增加了协助企业升级转型、设备汰旧换新的50亿，所以这个部分会增加到930亿。我们再提出挹注台电公司的健全台电财务结构所需的1000亿，接下来拨补健保、劳保的基金，这也是要减轻民众的压力。对英台是强调讲，以产业支持安定就业、强化韧性，也有照顾民生为4大方向来提出10项措施。特别条例实施了后，会对3月12日开始算，一直到2027年年底为止。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美国对咱的钢铁的产业是加扣25%的关税，这业者已经受到冲击，要1个月的时间啊。未来希望讲送到立法院了后，会当加速审议。来看这美国的新关税政策呢，即嘛是犹搁伫咧90日的宽限期内，也毋过进前美国政府捌点名咱台湾呢，对美国猪也个美国牛，因为这检疫过程有较复杂，所以是有贸易的障碍。外界都真关注，看咱的台湾政府敢会以放任美国猪甲牛的进口来换关税利益咧？咱的卫福部长辜泰源是强调讲，会坚持4项原则，这食品安全呢，就一定爱行大声。美国关税冲击影响世界产业的布局，不过早伫今年3月底，美国贸易代表处就捌点名台湾对美国猪肉、美国牛肉采取真侪项检疫性的贸易障碍。即马世界各国甲美方政府展开谈判，外界伫关心美猪甲美牛进口限制，敢会放任加做谈判的条件里？美国还有没有在类似讲这些？我们会再去管制进口它的原产地标签啊、检验等等的障碍予以关切呢？卫福部的立场，不管怎么样，就是把相关有关的一些食品，按照法规来执行以外，就是不断的进行科学的分析，提供给我们整体的政府。卫福部真侪解强调，是坚持绝对不会改变，包含食安优先、科学分析、参考国际标准，并落实边境查验，也甲市场的稽查。最重要，我们要尊重我们国人膳食的一个习惯，这样来定相关的措施。还是要有一个相当的力道了哈，因为就是说，用我们国人的民情风俗，大概很难过关呐。我国目前对于美猪美牛的限制规范，在食药署的专业来看，是不是属于不必要的贸易障碍？风险分析其实包含了3大块，第一大块叫做风险沟通。我们的风险沟通其实一直都是启动。食药署嘛表示，食品安全强调的是风险分析，爱先确认食品本身的风险，才会当做进一步的谈判。一切应该是依照科学分析的结果，才会当决定下一步的方向。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另外来看，这美国媒体呢，伊是放消息讲，对中国的关税有可能会降到50%到65%之间。也毋过，这白宫煞强调讲，美国是要高一方面来降关税。也若中国是回应讲，你若准备拍，我是食清饭等你；也若你要讲，我嘛随时欢迎。美中关税大战暂时出现降温的时机。法尼基日报第3独家报道讲，美国总统川普可能对中国的关税降到50%到65%。川普表示，即有真侪国家当咧甲美国接触，刷出来2礼拜到3礼拜关税方面都有一个数字出来。
We're dealing with a lot of countries right now, and could be with China, but maybe we'll make a special, a deal. Were you worried about what the 145% tariffs were doing to small businesses here in the U.S.? Is that why you're bringing it down? No. I haven't brought it down. I haven't brought it still 145. We're going to get along great with China. I have no doubt about it. 中国外交部23强调讲，中国的态度真明显，唔愿拍也唔惊拍。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美国的财政部长贝辛德23表示，最近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当日对消费往制造业起过，由制造业出口贸易带经济成长，也会致使因价贸易伙伴当起平真严重，这应该改变。There is an opportunity for a big deal here, that the U.S. is looking to rebalance to more manufacturing. 另外，在美国加州了后，纽约州当港联合其他11个州对川普政府提起联邦诉讼，表示川普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所实施的这个关税措施，欠国会授权，违反宪法甲行政庭司法，要求法院阻止执行。路透社23公布的民调显示，37%美国人认同川普的经济治理表现，这是比伊头一任总统期间的任何时期拢搁较低。公司新闻黄文荣编译。来看这场全国大罢免的假连署案，今仔日早起，国民党的宜兰党部传出，互人迄家敲办公室，包括这党部人员甲罢免民进党立委陈俊宇的罢免团体领銜人，拢互检方带去约谈。是在宜兰县，我非常的清楚，我们是踏踏实实的，请那些人去一个一个，然后一个人10份，一个人10份，包括我们那个杨浩明议员他们东山也是一份一份，请人家交托去，1传10，10传100这样子用的，所以我们的日期才会被中央党部说怎么那么慢。所以检调单位他们去查，我们绝对不怕，因为清者自清，我们有信心。国民党宜兰县的党部呢，今仔日早起这铁门是9一半，检调人员入去内底搜索，有支持者呢是当要去问这4月26的集会内容，也毋过看到党部互人敲，实在是真生气。另外呢，国民党伫个罗东的党部也传出互人搜索，这个搜索行动预计是今仔日下晡会移送地检署来复审，专案针对伪造文书，也有各自法来加侦办。来看国民党是招人伫个4月26的时阵去凯道来游行，要来战独裁政府。民众党随徛出来甲相挺。国民党表示讲，这场活动呢，上无是有5万人来报名，讲要手举中华民国的国旗来表达因的诉求。也毋过，其实游行的迄一天拄好是人咧通缉，所以周围呢是有交通管制。这学校是惊影响到考试，所以提醒学生着爱量早出门。大罢免的代志还咧滚假，条约的冲突嘛愈来愈严重。国民党招民众26去凯道战独裁，民众党嘛出来响应。国民党24召开记者会，宣布至少有5万人报名，要去吉仔路来反立功。前台大校长管中斌嘛有受到邀请，现场嘛有罢免绿营立委的连署站。不过传出民进党的侧翼可能会去现场举中国的5彩旗来反串。国民党强调讲，因敢若认中华民国的国旗。叫支持者大家举国旗大声喊出来。谁知道这个里面所谓的小草，他们是不是就是青鸟的反串呢？而我们也知道哦，很多这个好朋友支持者哦，看到了这样的截图哦，也纷纷的来去做提醒，要求大家，我们绝对是只认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不管你是谁，你到了现场。去抗议，你就用自己的身份，不要假冒我们民进党的身份。那4月26游行迄一天，附近有交通管制，而且拄好是拄到统测的考试，有民代接到考生的陈情，讲烦恼会受到影响。民进党立委郭玉成表示，台北商业大学就伫凯道的附近，嘛是学生考试的学校，拢总有1200多的考生。马沙高岗表示，因学校有100多的学生，迄天嘛会去遐考试。不过，国民党强调讲，游行是依法申请，袂影响到考生。他们动员有很多的这个游览车，至少一定是上百台哦。那这附近的周边的交通是肯定会打结，所以绝对会影响到统测的这个考生的一些权益啦。民进党到现在，我看他们是真的怕的啦，还各式各样的带风向、散播假讯息。针对南北要去凯道，烦恼会引起冲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希望游行会当和平理性来表达诉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
再来看新北市空桥学校的环岛车队呢，伫经过中华的时阵，互一个细小的男性塞进向甲弄起哩，造成7个人受伤。检方确定这个驾驶是有食毒，所以申请羁押禁见核准。也那律师甲交通团体是认为讲，这毒品的种类是真济，而且残留的时间嘛真长，执法甲预防拢有进步的空间。下早细小的查甫人赛车速度变来变去，甚至危险换车道，了后就伫咧中华鼻头的将水路3段驶进向去弄到空桥国际学校学生的环岛脚踏车队。嫌犯到案了后，检警甲验到，发现有毒品的阳性反应。伊嘛承认伫咧赛车进前捌食海洛因、安非他命、甲丧尸混蛋等等的毒品。检方甲依照涉犯刑法、公共危险、有过失致当伤害等罪嫌，甲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经具体萧姓被告到案，采集尿液送验呈试用毒品阳性反应。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萧姓被告涉嫌试用毒品驾车肇事及肇事逃逸等罪嫌重大，且有逃亡及湮灭证据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上次我没有办法说明的哈，因为这个东西牵扯到学生的个人的这个不理智，那应该都还算稳定的。校方表示，原本重伤昏迷性感的同学，伫咧23清醒了后，已经转到台大病院。另外，还有2个人还咧住院，3个人的状况拢算稳定。因若其他的4个人是已经转到处理收养。这食毒赛车案件一直咧发生，台中嘛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去年底就捌爆昏，这内底有第3级的毒品K他命，而且佫食酒了后赛车，结果去弄到人造成1死3伤，最近已经互人起诉。法界人士认为，立法院虽然伫咧2023年有通过食毒赛车的修法，不过甲食酒赛车比起来，这要抓也是有较困难。那虽然酒测的部分它有规定好的那个就是比例值，可是毒品的部分它毕竟在技术上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毒品的种类更多，而且毒品反应的时间也不一定是立刻就能够反应出来。就在国外，如果说你是毒驾或是药驾，可能会扩大到什么2级谋杀啦，或是说预谋杀人啊这种，那这样算是失能驾驶呢，还是过失杀人呢，还是预谋杀人？这一点，这3个种类就差很多啊。针对食毒赛车的执法，台湾交通安全协会是建议会当比较国外，定出是有无、失能还是过失等判定的细节，互检警咧执法的时阵会当参考，才会当真正阻止食毒赛车。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同款是一阵意外来看，昨昏伫台北市内湖这个所在呢，有一个学生在弄巷仔的时阵，虽然讲有行伫斑马线顶头，也毋过要是互机车甲弄着。家长甲警方报案，讲这个骑士呢是无让过路人。警方表示讲会调画面出来看，分析事故的责任，才判断敢要开罚。一个查甫囡仔举雨伞徛伫路边，看到总算有人碰，赶紧要通过。向向有一台奥拓摆，无放慢嘛无动点，抓直接撞落。这个囡仔轰撞到了后，有爬起来，不过离开的时阵一直在外头看，嘛一直在望伊的脚头有。这单行道车速都很快，然后这边那个转弯过来的时候，常常在这个地方发生那个碰撞。这个事故发生在台北东湖路的巷仔底，现场是无号志的路口。当地居民讲，遐较早都捌发生过袂少的车祸。这一届这个学生伫23早起7点外去上课的路顶去互弄着，家长事后嘛带这个囡仔去报案。前车头去撞击到行人穿越道上东向西行走之学童右侧身体而肇事。在这里提醒用路人驾驶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时，务必减速慢行。这架刚弄着的奥拓摆车顶嘛有载囡仔，车祸的时阵嘛跋倒着伤，不过因为涉及路口无停让，警方理清责任了后，会判断敢是要裁罚。监管基金会分析，囡仔伫车路的风险，上接看到的都是去互车弄着。儿童的行人发生事故的话，70%都是以车辆为主要噪音。那车辆主要噪音的部分，第一个就是未依规定停让行人。台北市警方处理路口无停让的情形，今年到3月份为止，都有7975件。除了汽机车无守规矩以外，伫新北市中和嘛有过路人违规过回条线，有骑士怎安尼跋倒。行人穿越道路时，机车骑士见状刹车不及致摔。本分局呼吁行人勿随意穿越道路，务必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过路人、骑车、赛车的，用路的观念拢要加强，才当全面维护交通的安全。公司新闻台北新北报道。
桃园市第66线快速道路新澳往大溪方向14.8公里的所在，伫今仔日早起9点外，有3台车是拢做伙，其中一台大货车是并车搁卡伫两座车道之间，这交通是受到真大的阻碍。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这3个驾驶呢其实拢无驾照，嘛加在无重大伤亡。这架货车并去，规个倒伫2条车道顶悬。桃园市第66线快速道路新澳往大溪方向14.8公里的所在，日时早起9点外发生货车、南马空车、甲轿车3台车的事故。经过检测，这3个驾驶酒测值拢是0。现场为大货车与其他车辆碰撞后翻覆，所幸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后，人员均已脱困，仅1名司机有轻微擦伤。规个事故的现场无人受困，干那驶货车这个细粒的驾驶脚头有切着伤。救护人员解释空喙等等救护的处置，患者讲无需要救护车送病院。针对现场的车流，警方嘛伫咧整一个交流道，引导车辆会当提早到交流道驶平面的，嘛通知拖车甲吊车来协助处理。经了解为李姓男子驾驶大货车沿外侧车道直行，行经事故地点时不慎撞击因故障停放于路肩之水泥预拌车，撞击后车辆便失控翻覆横躺，同时碰撞内侧直行之自小客车。针对这架并车的事故，杨梅分局表示，初步了解，原底伫路径有一架故障的南马空车停伫遐。不过，这架货车因为驶伫外口的车道，无细时刷弄着停伫路径的南马空车转并去，了后，佫牵连着这架轿车。因那详细案情也会厘清。公司新闻同报道。国际消息来看，土耳其伊斯坦堡伫4月23的时阵发生规模6.2的地震，目前呢已经有超过50届的地震尾，是无死亡的通报，也毋过呢是拢总有150多人受伤，有的人甚至是因为伤惊吓，所以对真悬的所在安尼甲跳落去。另外呢，大家惊阁有地震，所以想要赶紧离开，真侪人小坐去加油。发生地震，规间餐厅又甲真严重，大家赶紧向厝外走。有人8月倒案时阵，抑个无顺利跋涂骹。伊斯坦堡伫咧23中昼12:49发生强烈地震。土耳其在海家应变管理局讲，震央伫咧伊斯坦堡西边80公里的西里夫里区，深度6.92公里，是浅层地震，真侪人受伤送病院，大部分拢是对悬的所在搬来。Müthiş sallandı. 20. kat, en üst katta oturuyoruz. 伊斯坦堡路的大塞车，加油站排甲路长。当局讲，强烈地震了后几多点钟，已经记录到50遍地震尾。Benden dolayı aldım çünkü hani akşam daha şiddetli bir deprem olursa hani İstanbul'dan ayrılabilmek için. 真侪人规个道路点伫咧厝外，当地有真侪学生伫咧贝西克塔斯区点厝外过暗。真侪人讲，这边地震是几多年来感受上强的一遍，不过市区无明显损害现象。当局讲有一栋废弃的建筑物倒来，目前能源加天然气、饮用水一个下水道基础设施拢无受影响。Kısa bir süre önce İstanbul'da ve Marmara bölgemizde elhamdülillah şimdilik sıkıntılı bir durum。土耳其伫咧2023年经历过2遍地震，超过55000人死亡。伊斯坦堡是土耳其人口上最城市，有16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5。伊的地理位置是伫全世界上外遥断层之一的贝纳托利亚断层以北20公里。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美国话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是 WHO。秘书长谭德赛是表示讲，在美国若准退出，佮加上一寡会员的减少资金的援助，安尼会互 WHO 减5至6亿美金的经费，就等于是25%的员工成本。美国总统川普一个上任了，就拒绝纳世界卫生组织2024加25年的评定会员费，而且差不多冻结美国所有的对外援助，包括对全球卫生计划的大量援助。对这种情形 ，WHO 秘书长谭德赛拍算甲这么76个部门减到剩34个。The refusal of the U.S. to pay its assessed contributions for 2024 and 2025, combined with reductions in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by some other countries, means we are facing a salary gap for the 2026-27 biennium of between $560 and $650 million.
谭德赛讲，这差不多是25%的员工成本，不过无一定爱裁员25%。第一批要裁是高阶管理层，自12个缩减到7个，部门的数量也会缩减超过一半。另外，谭德赛也对会员国家同意慢慢提高会员费用表示感谢。WHO 有算2年总价60亿美金，其中美国伫2022到2023年出12.8亿美金是上大出资国。不过，川普一上任就宣布，美国将会伫咧2026年以前退出 WHO， 也个指责 WHO 伫咧处理疫情甲其他国际卫生危机方面的失当，必须 WHO 就要改组缩减规模。公司新闻郑伟玲、吴其昌编写。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审议自体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真侪立委是提案要来放领社体绿色的这个比例，也有申请的标准。不过内政部长罗世峰说讲，这自体法伫2023年才拄修正尔，即马唔通搁再颠动，以维持这个法律的安定。居住正义一直是民众关心的议题。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二是针对主体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进行审议，真侪位立委拢提案认为社会主体应该加强租金负担能力，并且扩大绿色居住保障，搁着加入尊重性别平等，提高出租给经济社会弱势的比例，从40%提高到50%，降低育有未成年子女的子女人数。不以育有未成年子女2人以上为限制。针对制度的不平衡，我们要求主管机关协力来推动一定比例以上来供原住民承租的社会住宅。不过，内政部长罗世峰坦白讲，这个法2023年拄修正，即马无适合搁大修正来维持法律的安定。而且社会主体应该避免影响到社会资源分配甲标签化，就是好承租的比例甲标准唔好黑白调整甲放领。本法在112年刚刚经过修正，为了维持法律的安定性，如果再做大幅的修正的话，恐怕不是维持法律安定性的一个必要的思考。有身心障碍未成年者的家庭，反而就变成不能来做我们现在的社宅申请人。我认为这个地方是可以斟酌的。这个中间或许执行上有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是建议啊？其实先让我们可以跟卫福部直接透过行政的协商，把这一块直接纳进去，会更容易。我认为不一定要立法。内政部也进一步表示，若牵连到学生、原住民等社会福利的事项，会积极甲相关的部会沟通。未来8年，2025年到2032年，主体政策的新目标已经拟定100万户租厝家庭支持计划草案，透过直接兴办社会主体包租贷款，也佮有租金的补贴，拍拼达成3大政策的目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同款是徛起的问题来看，这厝价呢是直起，所以真侪人拢买袂落去。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举办公听会，针对税厝的报税的扣除额，也佮有这头家买厝贷款的利息，甚至是这厝贷款，敢会当列做是扣除额的一部分。今仔日是邀请各方来交换意见。特别进入报税时间，不过今年对税厝的人来讲，有一项新制真有利，就是厝税支出对过去的累计扣除额改做特别扣除额，额度是对原底12万，由原到每一户逐年上悬18万。针对特别扣除额额度，敢要搁提悬，立法院举行公听会来听各界意见。为了要去降低租屋族的负担的话，不是只靠抵税就好，你应该要去健全或扩大租屋市场。为什么明明房东不可以拒绝房客抵税，很多房客还是不敢？那就是因为现在租屋市场状况很糟嘛。民间团体表示，财政部必须要扮演引导空厝出租的使用，也有互税厝的市场透明化的关键角色。观察各个租金合理的调起的规范，发觉袂当超过参考租金的10%。河南市租金若是比880欧元较低，就要根据税厝的群体收入制定起的上限。也若韩国租约属约起的程度袂当超过5%，也若头一届买厝的人房贷利息的支出，敢要比较房屋租金列做扣除额，或者呼吁讲头一届买厝的人这个定义要明确严格。
我虽然有房子，但是我没有任何的贷款来说，也叫做首购。这个呢，可能要明确的定义。我虽然没有自有住宅，但是我可能有一些土地，我有一些工厂，有一些其他的非自有住宅来说话呢，是不是呢要排除？这个呢也要列为考量。目前全台税厝的人数大约有300万人，民间团体认为讲，即马税厝的乌市真大，资讯无透明，加上租期真侪是以1年做期限，无租期的保障，这拢会等待解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南科学园区逐工用水呢是超过10万吨，也尔侪，其中有一半是来自再生水。昨昏拄则启用的林德再生水厂，因为离基美事业是有较近，所以市政府是照着最高益的概念，互基美甲南科的台积电来交换水权，安尼就毋免搁再代工，甲再生水送去到台积电。市开馆宣布再生水厂通水启用，台南市府开将近9亿去林德再生水厂23正式通水，每天大约会使提供8000吨再生水，并比照碳交易概念，配合台积电甲基美事业以水换水。正产再生水的部分是28块多，当我送给奇美的时候，奇美只要给付它原本自来水使用的费用12块多。剩余的差额是由台积电给付给台南市政府。台积电扩厂环评的时阵，互要求爱使用部分再生水，但因为林德再生水厂离基美较近，那由林德供应再生水予基美，取代自来水，才予基美将自来水用量转让予台积电，会使将林德到南科17亿的代工费用省落来，节省了工程经费，也节省了道路开挖、民众交通不便以及交通黑暗期所带来的种种碳排的问题。规划中的桥头的这个科学园区也会走相同的模式，不过因为这个是需要两方合意，后续我们还会做双方的沟通。随着台湾半导体等科技产业发展，企业用水嘛都会增加。水利署表示，由中央协助伫各地推动的再生水厂有16个，目前完工的7处，每工总供水量大约17.2万吨。等其他9处完工了后，总供水量会使达到63万吨，唔但会使确保供水无问题，嘛互企业落实循环经济。公司新闻陈焕武、面交管台南报道。佮讲升级的流感疫苗是占公费流感疫苗5成以上，也毋过呢，即马所传出伫去年风台假期间，有职员甲这上百只的鸟鼠放伫实验室，外界是真烦恼，讲这疫苗恐惊是会受到污染。食药署公布稽查结果，确认讲这有鸟鼠的区域，甲疫苗的生产区域是无共大，也毋过因的消毒记录是无够完整，所以已经限期改善。国光生技是台湾第一间研发生产疫苗的上市公司，每年提供5成以上的公费流感疫苗予个人数。不过，即马内部有人逼讲，台中的潭子区实验室有上百只鸟鼠死过卵，规间实验室臭毛毛，让人担心会污染疫苗研发甲生产。实验动物的这2件事情啊，都是发生在这个研发的实验室有关啊。那么这个其实跟我们的产品的生产、疫苗生产是没有关系的。国光生技第23出面澄清，讲这件代志是发生伫咧去年7月，因为强烈风台开灭，台中临时放2天风台假，造成无法度照时间甲实验动物随送去南投的专用动物房。研发实验室甲疫苗生产作业的场所是无同，未有疫苗污染或者是变质的问题。为了保证区台员工，食药署会派人去稽查，若有违反相关规定，会依法裁处。如果说的确有在违反 DNP 的规则我们可以用药事法来罚款至少3万到200万的中间。经过稽查，确定有鸟鼠的所在甲生产疫苗是无同的实验室，并无疫苗品质安全的问题。验过发现，包括实验动物接受管理无完善，抑个消毒记录无完整4大缺失，要求伫1礼拜内改正，若无相关会当罚200万。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台东里溪山风景区呢，今年2月时阵，互人发现有一只保育类的台湾山羊，互龙洞狗介入。迄当阵呢，这林保署是捌派人去甲监测，昨有人翕到这龙洞狗来掠这只羊仔，而且佫直直要甲伊咬。动物防疫所是表示讲，即马已经有伫里溪山的南边放真侪人啊，希望会当减少龙洞狗的危害。台东市里溪山的山壁出现台湾野生的山羊，不过说是去互3只龙洞狗捉到走投无路，用跳的密入去树林内底。不过龙洞狗要是一直加入，唔放伊煞，
附近的民众真烦恼，这只野生的山羊会受伤。林保署台东分署表示，会加强巡视，嘛协助县府来抓这个龙洞狗。我们每天都在看说那个狗，那个羊还在不在？不过羊它适应的坡度，狗是没办法过得去。那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增加巡视的频度。那目前也已经架设红外线相机进行监测。今年2月，嘛捌有民众翕到李溪山野生的山羊捡龙洞狗肉。附近的民众讲，这个龙洞狗有影是真济，还佫捌甲民众肉足甲伊报道。里长嘛已经有挂布条，请民众毋通甲因饲。因若台东县动物防疫所今年伫遮囥几啊卡笼仔，要来掠龙洞狗，有掠到3只。毋过煞几啊摆发现讲，那像是已经掠到啊，煞佫去互人放走的情形，造成要掠龙洞狗是真困难。明明应该有抓到，但是里面的食物都不见了，然后笼子是关起来，但是却没有看到狗在里面这样。民众讲，这只野生的山羊会当避过龙洞狗的攻击，毋过毋知后一届敢佫有法度遐尔好运。公视新闻台东报道。高雄好体公园有约200公尺的步道是严重损害，当地人讲，这就是半冬前三德里风台甲扫歹的，到当时还未修复。也那市政府是来回应讲，会当抢修的部分拢已经完成，剩一段就是因为真侪丛树啊拢真老，而且呢这树头嘛真粗，所以修复会加较高工。这里已经决表会赶紧来处理。志兴道的北旁看到会当放一支手机啊，另外一大路边悬悬架架，还有这大粒的树头出现伫咧步道顶头，这是去年三道之风台了后造成的情形，到今还未修复，规站人行道看起来是坎坎坷坷。会错以为是要留下什么痕迹，要让人家去追到还是什么的感觉，觉得就是不方便，因为常常走到这里就真的要改道，很重要，因为。这个是高雄市市区的中心最漂亮的地方。高雄三民区宝华公园步道一路升路到民生路段，这公行街上界严重，现场放塑胶准警示。早暗真侪民众来这散步运动，也因为生活机能真好，红叫做高雄小天府。这步道损害已经半年拢无修复，也互民众无法度理解。玉成桥跟明城桥会有改造的工程，要做那个民众清水。又碰到这个山头的台风，就想说一起，改造的部分一起做这样子。那这个工程也在2014年的1月24号，我们就上网招标，历经多次流标，才在4月22日决标。市政府回应讲，这宝华公园第三道之风台期间受损严重，水利局迄当时2天内完成初步抢修，把14大倒去的树坑补起来。目前村内拢是树根较大的区域，需要透过工程来改善，搁当着流标，自治已经决标啊，会赶紧来改善工程。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受到今年3月这低温的影响，伫咧花莲玉里、富里，也有倒溪乡的山野的山区，虽然讲是有开花，也毋过煞无条果，所以今年有可能是会败收啊。另外，伫咧富里的60石山呢，是因为这山区真欠水，所以影响到农花。农民表示讲是真需要政府来帮忙。来到花莲玉里镇的山野山小班，4月山野树原底应该结真侪细粒的山野，不过即马敢若剩1-2粒，而且这村的山野因为伫3月份授粉的时受到hạn害，也无一定的大粒。你若是拄到6、7度、7、8度，还是讲10几度，伊开花就无法度授粉，所以讲这像这100粒啊，这有够侪啊，这拢空包弹，这拢无效。这无法度大粒。关府农业处甲花莲农改场是伫勘查，初步认定受害面积超过20%，已经达成天然灾害补助标准，呼吁符合资格农民赶紧去公所办理相关的申请，受理到5月初6。国西的部分，种植面积33公顷左右，15公顷的面积受到一个损害。那在玉里的部分，26公顷里面有8公顷受到了损害。那富里的部分是10公顷里面大概有3公顷是有损害的情形。另外，欠水的大问题，伫富里乡60石山也常常造成金针花的状况无好。公所甲农田水利署最近几年一直咧规划起新的集水设施，第一期工程伫今年开始动工，按算5月完工。第一期我们有做了3座的水库，总共蓄水量是1250公吨。3期结束的话，我们目标是在4250吨的一个目标值啦。
农田水利署表示，新设的调脱池主要加设12大沟仔来闸水，利用自然的落雨，强化集水的效率，会当有效改善山区欠水的情形。这个计划第1期的工程大约经费6000万，第2、第3期的工程会继续进行。国视新闻采访报道。基丹关国道5号呢，这路边是真侪粪扫，有的甚至是伫个这交流道咧塞车的时阵，这排队的车辆对个车内底安尼牵出去的，就连边仔的停车场嘛有这款的状况。并带是来呼吁公部门应该爱加强执法，避免搁再有人乌白乱弹。宜兰罗东交流道路边四界拢是粪扫，有玻璃杆仔、纸包啊，还有卫生纸。有民代质疑这粪扫大部分是连假期间公务塞车的时阵，民众为车来弹出来。公部门应该加强执法。如果屡劝不听啊，好，那我们就是有监视器啊，以监视器来追车追人。伫公务外车道边仔的5格共生停车场，共款粪扫的问题严重。公部门已经伫现场放粪扫桶，搁打广告，禁止乌白弹粪扫。啊，不过也是发现涂骹未少，敢若管这粪扫。是没有公德心的行为。乱丢垃圾的行为真的是不可取的。本来就不行。民众对乌白弹粪扫的行为嘛无认同。关环保局表示，伫罗东交流道前这乌白弹粪扫的热区，拢有加装监视器。若发现民众乌白弹粪扫，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罚1000以上6000块以下罚款。我们也一直依据摄影机的资讯，我们要再做这个违规者的一个处分的一个动作。根据县环保局的统计，全县监视器当年举报类似乌白弹粪扫案件差不多300多件，也是呼吁民众平常时爱发挥公德心，粪扫无落地。相关道路管理单位的清洁维护嘛真重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进前伫个公车也是捷运的达不时，拢有这迫爱做敢咩让位的纠纷。高雄市有议员就来建议讲，会当来比较日本来设计一种求助标志的制度，互大家一个看到就知影讲，这个人是有需求的。社会局是表示讲，会邀请各团体做回来研究。头发在外面哈。OK。高雄捷运人员真侪心甲时代，这个爱心牛柜的大纸爱安怎使用？两位时代今年拢已经80岁啊，若是无讲真正看袂出来。先是讲太太因为有牙怪啊，在捷运3人拢会牛柜，不过人话做一机就常常拄到无柜通这状况。高雄捷运表示，这个爱心牛柜大纸已经推出10多年啊，无论是有心、身体无爽快、行动不便，也是坐过人，只要有需要，拢会当去捷运的服务代替。他拿了拐杖，基本上都会让座。那我好像比较这个有 power， 说哎，你好像不是老头子。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身体有一些隐疾，或者是他真的是不舒服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不会去非常的深究说他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有这样的需求。不过除了这份，高雄市目前并无统计的识别标准，各地嘛常常发生迫爱做敢爱让位的纠纷。有议员建议，会使比较日本的做法，由公部门来做一个统一的标准，亲像这个 Hail Mark 互民众申请，因为部分的民众确实是无法度对外观来判断其的让位需求。对此，社会局表示，将会找相关单位来研讨。那具有这个 Help Mark 标志的人他会怎么样去提供协助？基本上在日本呢，他们会去推广说，如果你看到这样子一个 Mark 的人，你要建议你可以主动的让位给他。要考量到使用者是否有隐私的考量，以及标签化的问题那所以我们社会局呢已经着手在收集我们团体的意见。议员强调，高雄已经是超高龄社会，迫害做的数量是无符合现实状况的。公部门应该爱推测，大了以下拢是迫害做的观念，和民众只要看到有需求的人，就会当主动让位。记者柯家珠、柯昭阳、高雄场报道。传统做汉药的，即马全台湾的是敢若剩7000多间尔。卫福部就来公布一项范围令，互修满35个核心学分，也阁有实习一档的即个中药系，也阁有生药系学生，唔免考执照，嘛通摕到中药商的资格。有药师工会就来批评这款新的政策呢，实在甲资格绑甲伤灵啊，也毋过嘛有人讲，这对经验也阁有知识的传承是有帮助的。若要填补或是听药啊，真侪民众拢会到汉药房，尤其新冠疫情的时阵，1000罐以下的汉药丸嘛发挥重要的医疗作用。前个月卫福部有针对药事法第103条第2项的规定增加核实，未来开放有领到经营中药证明文件专业人员，而且有修中药课程达到标准，实习1年以上就会使经营中药的贩卖业务。
但是有药师工会不满主张，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应该爱统一由药师来管理。不过有中医师工会认为，这个新的解释令会当来促进中医药产业专业分工，而且会当确保产业链的医药安全。中药不是那么单纯，一进来就可以卖了，它还要精选，它慎选要不要挑错药，另外还有泡制。那最后当然，我们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是要国药国重，我们需要这种人才来帮忙来筛选。根据中药商全国联合会的统计，全国的汉药房到去年，敢若剩7903间，有够10年来可能无够3000间。中国医药大学的中药主管学系的学者指出，一般药学系只要修满中药相关的17学分，考过药师执照就通有中药商的资格。但是新的解释令要求中药系也有升药系的学生要修满35个核心学分，加上1年实习，嘛通摕到中药商的资格。不过4年训练并无较轻松，学者和中药商认为，在中药产业快速衰退的现状，新的政策唔那通增加中药师的人才来源，嘛通促进中药对经验传承变做专业的知识传承。毕业学分爱128学分，28学分内底有50学分是跟中药有关系。这个解释令讲，伊讲爱个1年的中药产业的经验，其实这嘛最重要，因为咱台湾的中药传承其实是经验传承，所以因今年的训练其实会让咱的学生学的物件会使变更较实际化。我们也希望借由整个教育，或是借由整个大学教育以后，来补足我们这些人力缺口，也让我们中药能够在民众用药安全方面能够有所提升。针对新的解释令，卫福部表示，为着民众的健康利益，也有诚实需求，甲严格尊重药师的专业，会甲解释令当中的成药学系调整做药学系。另外，若是中药管理，卫福部指出，对处方药、指示药、甲健康食品和药量制度等等，拢会来做详细规划，打算月底会对外说明新的制度。记者卢尚如、柯炳哲台北报道。另外来看新北市一间国中伫半冬内发生3届学生跳楼自杀的事件，国教行动联盟就指出讲，其实这当中呢是有70%的国中生有忧郁症，家己煞唔知，所以建议伫今年9月时阵，全国学生健康检查的时阵，应该都要有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评估项目，而且结合着病院的资源来提供体检加辅导。囡仔伤害家己行地路的比例，这几年来一直在升悬。卫福部统计，台湾15到24岁自杀死亡的人数，对2014年每10万人口5.1人，上升到2023年10.9人，这9年之间就增加2.14倍。第一个是病识感可能不足，第二个是求助的意愿，可能第一线就会先跟朋友说，可是这些人的支持的力量恐怕是有限，所以万一就在还没有被适当的支持接住，有时候是一些冲动或等等的，就发生遗憾。中学的辅导主任讲，有忧郁症型的学生普遍家己无感受到求助意愿无悬。目前有学校是让学生填卫福部简单的健康量表、心情温度计，若是有情形，就会进入第2级的评估。国教表示建议讲，应该伫今年9月全国学生健康检查，全面加入青少年身心健康评估量表。现在我们在做的，不管牙齿啊、眼睛啊这些基本的健康检查，它没有融合所谓一个评估量表，用亲善门诊的方式去做这个所谓的健康检查的一个量表去结合。国教面讲，国健署甲青少年医学保健学会这几年推动的青少年身心健康评估检核表，会当完整评估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已经伫咧青少年亲善门诊来使用。就是评估真的可能有这个可能性才转，不管是导师或是学校辅导系统，其实这个等于是帮忙做一个比较更精准的评估啊，会比较好，不然那个门诊应该塞不下所有的人。中学的辅导主任认为讲，这不是歹代志，不过大型的学校的执行配套也搁来讨论。也那重点，有关是爱登去学校系统的评估甲转介机制，落实3级预防。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病人自主权利法伫2019年就开始来实施，是要保障癌症末期的病人会当选择自然死亡，也毋过互医生来协助死亡这件代志，其实打要社会也无共识。台大公共卫生学院调查发现，讲有8成的人是支持互医生来协助死亡，这当中男性支持度比女性要搁较悬。
台湾体育主播布达林长期受到腰触感的折磨，在2018年飞去瑞士，选择以安乐死的方式来协助死亡。虽然台湾在2019年已经有病人自主权利法，让感情末期的病人会当选择以自然死亡。不过，医生协助死亡这件代志，在社会也未达成共识。台大公共卫生学院针对全台将近4000人做一份调查，发现有超过80%的民众支持，那病人已经到末期，而且痛到无药医，应该有权利请求医生协助死亡。这个研究有看到，就是说，台湾目前的社会，逐渐的趋向说可以接受，这一个一种死亡的一种价值选择这样。台大公卫学院表示，医生协助死亡这个代志是由医生开致命药啊，让病人家己决定是不是要食药啊来结束生命。目前全世界拢总有5个国家实施，通常这个决议是限制用在末期的病人，而且痛到无法度解决的患者。这个调查也发现讲，支持医生协助死亡的族群，以少年人、男性，也是无宗教信仰的人占多数。不过，若是像年纪较大的族群，也是女性有宗教信仰的人，较无支持。的确是看到讲男性支持的程度较高，可能是女性吼，伊较用一种关怀甲照顾的一个态度去看死亡这个代志。另外，学者也发现，医护人员普遍较无支持医生协助死亡这个代志，认为可能和职业伦理、法律责任有关系。对此，学者呼吁台湾社会应该来主动探讨临终选择这个议题，也让医生和病人有更较侪沟通的机会，共同面对人生上尾一段路。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其实咱拢知影，讲这气候变迁，唔但是影响到环境，嘛来影响到经济，也有人类的健康。环保团体就来指出讲，其实这几冬来呢，这个伤害就医的人数是增加74.4%。劳工团体是来建议政府，对伤害规范的范围应该就要扩大。因若这天气上热，到底敢会当来放假呢？环境部表示讲，会详细来讨论高温对物种的危害。热天要到啊，真侪伫户外做工课的劳工，若是长期晒日头，久来可能会有热伤害。绿色和平摆市调开记者会表示，虽然劳动部有制定高气温户外工作的预防指引，不过干那针对营建业、农渔业特定的产业来做规范，学者也观察到高温会致使慢性健康问题发生。我们发现每温度上升1度啊，那个农民那个慢性伤病的危险会增加8%。而且什么样的人最容易受到伤害？我们注意到农民他的危险性其实是一般民众的2.多倍。经过卫福部资料显示，2022年到2024年19岁至64岁成人的热伤害人次对1622人增加到2829人，增幅大约是74.4%。台湾劳工电线秘书长也表示，气候变迁唔但是环境的危机，甚至会影响劳工的健康、社会经济。建议未来伫高温环境针对雇主劳工的指引，通较明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如何去让雇主必须清楚知道？他有法律上面的义务来避免劳工发生这个事情。最近针对高温假也有不少讨论，环境部长裴克明伊表示，未来环境部会结合相关部会、产业界、学界来做抗高温对策联盟，上紧5月底来成立。我们最近也会尝试着从健保资料库捞出来，到底几度。哪一种族群是在几度的温度之下，它会遇到什么样的危害、什么样的病？我们要了解更清楚多一点，我们才能够走到那一个程度。所以目前来看的话，现在说什么时候要放高温假，还有点早。绿色和平强调，气候变迁对经济、劳工健康的影响真大，呼吁经济部、环境部、劳动部要赶紧下部会做伙讨论有效的政策，来降低未来气候变迁对台湾造成的威胁。记者中嘉义谢桂玲、曾俊佑台北报道。国际酸乌达组织提出报告，讲呢，全球是有84%的酸乌达出现白化的现象。专家就来表示讲，这就是因为全球暖化和海水温度变悬，致使海草死亡，也有酸乌达的白化。所谓的酸乌达，简单讲，就是由酸乌糖甲海草共生形成的生态体系。根据估计，有25%海洋生物的物种是靠酸乌达来生存的。酸乌达营造的生态体系会当维持食物链，保护海岸线袂受到侵蚀，所以酸乌达嘛，互做是海洋的热带雨林。
根据百外的政府甲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国际选乌搭倡议组织 ICRI， 因着来提出的观测报告，从1998年到今，已经有4届大规模选乌白化的事件。上新的这一届是为2023年开始，规模已经超过2014年至2017年的情形，已经达到有记录以来上界严重的程度。84% of the coral reefs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is bleaching event. It's just unparalleled. You know, each mass bleaching event has gotten worse. It's something that's completely changing the face of our planet and the ability of our oceans to sustain lives and livelihoods. 包括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等等的机构分别提出研究，因讲2024年全球温度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海面海水的温度平均要到21度，这嘛是历来温度上悬的记录。It's been happening for probably the last 4 or 5 decades. Are marine heat waves that are hitting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Currently, there's a really bad one happening that's quite large in scope, and the animal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se algae are suffering. And so when the algae leave, what you see is the white skeleton of the coral underneath.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指出，这个报告提出的时间点，拄好是美国总统川普第2届上任了后无偌久。川普主打的政策之一，就是提高化石燃料的使用、放量或者是解除部分环保的规范，要互经济成长。不过，这个伫环保团体的目睭内，却是造成海洋温度亚悬、双乌搭白化的主要原因。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南极的海冰呢，这扬的速度是真紧。即马为着要互大家来关注环境的议题，国家地理频道是来推出徛鹅之谜的纪录片，来看荒地徛鹅的生态秘密。布袋鹅是伫空中向前倾，因那徛鹅是伫海面咧沉。布袋鹅看到目标冲倒来，徛鹅也赶紧赶到现场。No way. Stealing fish right out the beak of the pelican. 这是国家地理频道伫世界地球日推出的徛鹅之谜的一段，真侪届得到奖的摄影师兼主持人格瑞格里开2年的时间，伫南极翕到真侪料想未到的画面。格瑞格里讲，伊翕过真侪徛鹅，即届头一届规划讲要翕徛鹅的囡仔，第一届落水的仪式，想袂到竟然看到一阵勇敢的徛鹅对16、17公尺悬的冰坎跳落来。But normally they do that jumping off of the sea ice, which is 1 or 2 foot high. But we followed a group of chicks that took a wrong turn on their way to the sea, and they found themselves at the top of a 50-foot ice cliff. And this has never been filmed before, so we didn't know if they could survive a fall from such a height. 南极原底是荒地徛鹅的天堂，伊也真够伫恶劣的条件之下生存。不过专家警告讲，若做南极海的冰快速减少的情形继续恶化，荒地徛鹅到2100年会进入断种的命运。这次纪录片也提醒人类，就是爱护地球，唔通互荒地徛鹅伫地球消失。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下半部的天气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是25度到27度。中部地区26度到31度，南部地区是28度到33度，东部地区25度到29度，也那外岛地区20度到29度。以上就是这则下晡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